哎呦，已经9点过8分啦。我为什么无遮久你知道？因为我有买这本的，我有买这本小说的电子版，毋过我是透过 Google 图书去买的，结果我即摆用电脑 Google 图书要看显，我找无，毋知什么意思的吼。好，所以我即摆只好嘛是搁甲即个扑克来吼，伊的试读的版本吼，伊的 link 带互大家看吼。哇，伊敢若会当试读一页尔哦。无一定，咱来看卖，看会当试读几页吼。好，教语书乱谈吼。教语书是内底一种教语啦吼，教语是即本书内底讲因一种翻译器，因基本上迄种语言的上基层的咧语言吼，叫教语吼，教语书。乱谈呢？什么叫做乱谈？乱谈是一种表演艺术啦吼。乱弹，LAN 乱第7调，弹 THAN 第5调吼。我记得我较早学的是乱弹啦吼，我看卖乱弹做拢无。好用汉字测看卖。哇！但你大时无收即个书啦吼。好，不要紧，咱 Google 一下。Google 乱弹戏剧概述。这是我干嘛？台湾流行音乐遗迹馆，但是无看袂到。好，乱弹主题戏啦吼，又叫做乱弹戏吼，一般认为是属于八关系统哦。乱弹的意思就是大陆的北方戏吼，特别是这个京戏吼，传到台湾了后吼，因为咱台湾人啊，本身人因为不精于经音吼，就是对北京音无熟啦吼，甲歌曲或者是这个桥北啦吼，道北吼，拢事事而非来变质一番吼，因此人称伊为乱弹戏吼。我这段读过了好啦。其实过去台湾的北管又叫做北管音乐所采用的曲牌有西我毋知要安怎读吼，西皮、西皮吼，李红。乱弹吼，福禄等等吼，包括咱大陆北方的真侪成分，甲经过本省人改变创作的闽北方戏成分在内，就是仿北方戏的成分吼。而北管系统的曲牌不，若伫咧即个主题戏当中，你采用伫咧歌戏吼，就是版权的场面吼。
一般版现在看会到啦吼，迄种八卦的吼，足差有点，哦，有没有？伫咧歌戏啦、正音啦吼、抱教戏以及七卡戏等等啦，有部分咧采用吼。若是主题戏本身伫咧过去并无限伫咧演八关系统的戏，嘛有演产生伫咧歌戏或者是真正的京戏哦，即个正音。哦，反正烂弹就是放戏啦吼。上简单的就是来 Google， 来 YouTube 放一下烂弹吼。烂弹，哟，真正要放一下烂弹无咧？好，来，加有一个。有听声无？好 ，OK。这八关的主题曲啦吼。这是过年的时阵，你若伫咧人个闹厅有无？伫咧闹厅啊，就会放这种曲吼。这无讲真正闹热，佫有搁闹热的吼。我讲足差的，这八卦就是安尼吼。好，这烂弹戏啦吼，有兴趣再家己去听啦吼。好，所以这本书叫做《教语书烂弹》吼。安怎烂弹法，咱毋知，来看卖吼。直接来看，我看一下封面。封面这是哦。封面这个度假叫做蛋姐吼，蛋姐，哦，这是蛋姐是本名啦吼，伊是交代一个，查者好，我无介清楚这个人哦，因为我嘛最近才知影吼，啊，结果推荐我读这本的人家己无来，好。蛋姐，度假蛋姐，哇，倒位有小解这个人啊？好啦，无你再家己去看啦吼。蛋姐足少年的吼，我毋知毕业未是高大学生吼。好，来，直接来看这本书咯吼。这个封面顶头写啥？都市分离吼，南北各开市势，教育的秘密实验，阴谋牵动，危机四伏。危机四伏啦吼。但这度哦。新世代台语长篇科幻小说吼，简为出版社出版的吼。啊，你若有这个台湾分段字库的这个考照吼，你去内底找可能就会到啦吼。啊，当然希望你去买啦吼，甲这少年的支持一下吼。好。书画头呢，伊画头是用华语写的吼，所以呢，伊书是有一个标题叫做“阅后即焚”吼，就是你读了就甲烧掉吼。为什么读了烧掉呢？你看了你就知吼。啊，为着要达成这个效果，所以我就用华语来读啦吼。我喜欢做手工，我讨厌冗长的序文。以上2点，不知今天能否如愿。
鸟语是乱谈，核心的科幻设定在于语言。不远的未来 ，Sumanus 公司将推出一款可以针对谈话内容进行即时翻译的软体，使言语各异的人能够直接沟通，无需等待，担心意思难以传达。无需等待，或无需担心意思难以传达，然后意思讲呢，通译软体的核心是一个被称作关框的黑盒子，关是关公那个关哈，框是框哈，把它框的框，关框的黑盒子，其中承载着一切语言的原型鸟语哈，就是一页通译软体，承载着一切语言的原型哈，就是鸟语。科学家们发现，久受鸟语浸染的人身上出现难以解释的异变，看见空气中七彩的电波的，就是也看到空气中七彩的电波，就是那寡受到焦虑所感染的一寡人啊，梦境被共享，或者是透过脉搏预知未来，这些受感染者被统称作鸟语士哈，所以焦虑属是安尼来哈，就是。受到焦虑所浸染的人，所心情会出现真恶来鬼祟的一寡异变现象，吼，也看见空气中七彩的电波，梦境被共享，吼，透过伊的这个脉搏是安怎呢？查一下好无？会当有伫未来。我手机吼，我手机无电吼。脉搏来查一下脉搏哈，台语版来讲脉搏，买啦哈。脉搏吼，脉搏就是脉搏啦，这日语来嘛吼，脉搏。好来，咱等继续看这个书吼，讲透过脉搏会当有伫未来吼，即寡人，即寡受感染的人被同情做焦虑士吼，各个鸟语士身上所展现独特的症状，则叫做腔口吼。这座本州国以南、吕宋以北的岛屿，历经诸多动乱后，呈现隔开的局势的局势。总机关雄治旧都淡水市与西南方的联邦相争，就是南北隔开啦，北部是淡水市，西南方是联邦位处两者之间的非战区，则由西太平洋组织的维和部队驻卫。其余各地势力只能做壁上观。故事围绕年轻的鸟语士陈新芬展开。陈新芬他在内战撕裂岛国之前，便发掘了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隔开以后，就是隔开了后，南北隔开了后，他遭总机关拘禁，但新芬从未放弃逃脱，与家人重圆的希望从未放弃与家人重圆的希望。在友人许云林、柯混玲、林远英、林完英以及联邦党的协助之下，他将直面总机关保安警察杨令书和占卜师王梅林的追击。王梅林与此同时，身在本州国东北的陈新琼、陈新强姜是姜里面的姜哈，为了申请姐姐的死亡证明而回到本岛，却在非战区意外被卷入一起无人机失窃案。新琼与边境局中队长 Leafock 在调查过程中逐步揭发一场牵涉岛内外多方势力的阴谋，哪一方先掌握了鸟语的奥秘，便能够一统全境。以上简介的利益在于帮助当前普遍不具备台文阅读能力的大众
了解这部大众文学科幻冒险小说。这件事仔细一想，还颇为罕够可惜，或许刮胡或许不可惜。当今能够及时准确翻译所有语言的科技，仍只是小说的空思梦想。我想描写的真实在别处，人类无法放下对自主的渴望与偏执，因为偏执而显得可爱或可怕。曾有前辈提及，台文创作或阅读都展现一种对当下华文霸权的反抗。我深表认同，但也想加上一个小小一个注脚。阅读台文小说，同时也是应该是充满趣味的，令人日思夜梦，不愿放手。至少在鸟语式乱谈中，给这本小说一个机会娱乐你吧。对我而言，反抗与娱乐都有一种手工的意味，故我乐此不疲。最后，如果你都读到这里了，那请帮我动手做一件事，剪下或者撕掉这一页序文，烧了它意思就是讲，规本书内底，干那这篇是华语写的，要互你理解，要带你来引带你来吸引你来读这本书，但是呢，拜托你甲烧掉这个书这篇华语写这篇，拜托你烧掉因为这规本书拢是台语的好啦，我就无爱搁甲这篇书，我想讲，敢有需要甲书？我感觉我读华语，顶多我家己听无啥有好，书会晓积分我就无爱搁读啊啦。有兴趣你再甲你用台语搁读一遍好，第二页写多谢你努力，我设想的台文大众小说生做安尼，生做安怎呢？咱开始来读拄则迄两句话是前言啦就是多谢你努力，我设想的台文大众小说生做安尼。本来我是无想要读这本因为迄个艾瑞甲我推荐的时候，我是讲这种台文小说个人家己有这算轻考的，这大家拢会，恁在座各位恁拢会晓家己会晓读这个汉语本嘛，你拢家己会晓读，根本就免我带读所以我本来想讲这种轻考的，教恁家己看，我初档的再我来到尾我就想讲要看，我就甲这个，我就买落啊既然我就买落好，就来读啊好来，街仔路看无人影，圆圈迄箍位有老仔厝，就好你烧，河烟为老汤冲出来。路头迄间白色宫殿和南部的联邦议会宫，南部的联邦议会是另外隔开了后北南边的这个政权这个首都因的办公厅就是路头迄间白色宫殿和南部的联邦议会宫，性格无远立体这个词我我第一道直接学到的无远立体就是无够样啦议会宫正面的大路呢议会宫应该是讲南部迄个议会宫啦正面的大路呢，一个一个的平仔车劈过去杨灵书对下讲起杨灵书是某一个官啦杨灵书腰腰是写汉字有时真正无法度的。腰要甲涂骹的称指壳翘起来，手摸会着重的温度，闻会着这个称腰的味，要互一粒鹰叶小可震动，煞无法度。这看无有影伊现主时的体验，毋是发生伫个实存的世界。总理大人。副大队长，这是我看见的影者。什么人讲的呢？有一万年伊感觉家己也伫总理府的办公室内底。吴梅玲坐伫个倒手边。吴梅玲就是迄个占卜师啦那个要怎讲？翁姨啊，翁姨或者是要怎讲？知影即个武术的武术啦有
巫师啊，王美林坐伫倒手边，可能是伊讲，伊讲总理大人副大队长，这是我看见的赢者哈。明年4月进前，万事拢爱备办好势。赢者毋是签诗，毋是八卦，赢者是未来捌出现的代志。即句话有一点矛盾哈。未来会出现的代志，会有嘛吼？未来，但是伊讲未来捌出现的代志，就是未来一定会出现啦。赢者是未来捌出现啦，所以是伊咧参与，就是咧预言未来吼。即个王美林吼，明年4月进前，万事拢爱备办好势。赢者是未来捌出现的代志吼。伊额头撩着，即个撩是汉字是读作撩吼。伊额头撩着议会中头前遐灯仔车车门甲后斗，拢有画总机关的飘头，敢讲迄是总机关的军队。隔开以来，联邦伫南部建国，首都大港市的联邦议会中成做因的政治中心。确实，联邦议会中互总机关占落来，隔开的时代就了结啦。所以这我毋知伊即马写的即段是到底是赢者看到还是啥物？意思是讲本来是南部政治中心，结果去互即个北部的总机关占去吼。好，咱继续看后一段。后早，联邦的有志甲兄弟姊妹机关头因囝早起9:40攻破大港埔应该是大港埔吧，北部的防线我毋知影，我记得高雄遐无大港埔，但是有一个啥点哪一个叫做啥物埔，我才袂记诶。我捌去过，我结果参家己名袂记。好，歹势你若知你再讲吼。好，我即段其实看无介有，伊讲到早联邦的有志甲兄弟姊妹机关头因囝早起9:40攻破大港埔北部的防线。联邦甲总机关的军队即阵吼，伫市内咧烧战吼。民众请注意安全，毋通挖掘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甲军用施设吼。即段话到底是咧讲啥？我毋知吼。意思就是讲，即马南北伫即个南部政治中心即只咧烧战吼，大家较注意。联邦会议宫即南部的吼，联邦会议宫南部政治中心正门出来大埕。当日放送广播吼，所以即拄则迄段可能是放送的广播。车队驶经过，无看见联邦的军队出来甲因阻挡。联邦的议员，联邦是南部的政权吼。联邦的议员甲邦代表拍算拢走咱去啊！照着一阵兵啊，爬起去会议宫的圆拱顶。圆拱啦吼，圆拱顶就是那讲圆拱吼，圆拱顶。其中一个人举总机关的乌色青旗，大力在摇吼。会议中顶头起即个汉字我袂晓读，起冒烟吼。天顶做生真风口对因即边来。我看无即段汉字是咧写啥哈？天顶做新真风口对因即边来，是毋是有字拍毋对？我毋知安怎。杨灵师煞会当感觉到风飞沙伫面顶咧鸟吼，即个汉字我嘛袂晓读。因来啊，广播站拍算会互因占去，刷落来因讲啥都毋通信。兄弟姊妹爱会记住，联邦未宣布投降，咱未投降吼。所以这有诶又插一寡可能是广播词，然后放送诶广播词，甲即个人民讲吼。好，头前迄是算是故事诶起头尔吼。过来是第一章发电所。我毋知试读会当读偌济吼，读偌济算偌济啦吼。我已经86%，表示无介济吼。
我讲时间有。若读煞，我著家己用我手机内底的版本啦。我意思就是讲，我家己买啦，但是我无法度伫电脑遮迄个看，我都要用手机看吼。9:33分，好，第一章发电所吼，发电所还是发电？对，发电所。淡水市啊，吼，这北边啊，吼，北部淡水市啊，架开了后，就安尼一日一日衰微去吼，所以故事对这才真正开始较开展。然后头前乱七八糟，毋知咧讲啥，但是是一个开头尔吼。淡水市啊，架开了后，就安尼一日一日衰微去。王定米娘菜荽甲用电，拢着为外为私运。王俊吧，就是各王啦，王俊吼。伊个汉字安尼，我实在足讨厌汉字吼。王俊米娘菜荽甲用电，拢着为外为私运。当互总机关介管吼，伊写介管吼，介绍管理、小介管理吼。当然，即只毋是小介，是中介款吼。当互总机关咧介管，逐项欠课吼，就是米牛菜荽逐项欠课啦吼。700万人艰苦过日吼，可能是因为北部较无产即个米牛菜荽嘛吼，所以即种欠即寡物件。700万人艰苦咧过日，架开8年8月2号，架开8年了后，架开8年的8月2号下晡5点，陈新芬倒证人为新店溪墘要行转去发电所的工寮。新店溪你若有识吼，我是无解释啦。我伫新店溪溪埔的工厂用烟片围起来，烟片知无？烟片就是铅片吼，铅板。嘛无讲板有较高啦吼，烟片是薄薄啊吼。伊讲溪埔的工厂用烟片围起来，即款热天人无落雨的日子，为什么有一个人？好，即款热天人无落雨的日子，要暗仔会防备线真高，新婚着甲塑胶护目镜。佮挂伫家己的目镜外口，目睭才贴会开，手甲黏伫头壳遐的头毛飞去一边。若甲大学迄时共款，留长头毛，毋知着整理偌久。新婚感觉发电所规定因剃得头毛的好处，着干那即项尔尔。倒伫因迄阵人后尾溜吼，倒伫因迄阵人后尾溜的柯运玲，也甲小可球毛的头毛捋起去吼，细步行来新婚边啊吼，柯运玲、许云玲吼，柯运玲甲新婚住共间，伊减新婚5号吼，新婚较大5号，较暗一冬。入来发电所，两人做朋友，煞不止啊搭吧。洗衫间5点半洗衫间5点半关，爱会记哩。讲即句话的时阵呢，一工风交黄沙吹过来，混灵赶紧甲喙捂起来，惊有物件飞入去。会记啥物？混灵混龄甲并新婚较为混龄并新婚较为20公分，新婚着小额头才听会清楚伊咧讲啥物。新婚大声看见混龄的迄头毛乌溜溜刷落来是迄两蕊目睭。捌听人讲混龄的面袂似乌银玉安尼乌银玉啦吼，伊无写汉字，我电脑上毋知乌银玉是啥物，咱查者吼。银玉 ，GIN 第二条玉 ，GIOK
第8条。GIN 第2条 ，GIOK 第8条。台语大词典无，我得用册台语册看卖啊。乌银玉，银。无，拢无。乌银玉，我先查一下什么银，什么叫做银？这字嘛足特殊的吼，银 ，GIN 第2条。银就囡仔迄个银尔吼，即字足罕你看啦吼，敢若囡仔即个银，所以乌银玉，喙大开嘛叫做银，笑的款式，大喙唇的款式吼，银，乌银玉，我的字找得写好。好啦，捌听人讲混凝的面袂输乌银玉安尼吼，毋知啥物叫做乌银玉，可能是一种叶啊啦吼。2粒马罗珠啊，互人扣伫一朵花啊内面吼。伊这是毋是咧改做乌银玉？2粒马罗珠啊，互人扣伫一朵即个花啊内面。新婚定定欣羡，伊毋免挂目镜。伊两蕊目睭当咧家己捏哟，即字汉字我又阁袂晓读啊吼，歹势吼，台语汉字捌无读吼，真可怜吼，结果读汉字本，无法度copy呢，即个 PDF 档案无法度copy，真正你甲考我用汉字做睥睨群雄迄个睨吼。当然，华语我也读了，台语我顶都煞袂晓。第7，眼读做眼吼，你斜目伫看叫做眼，或者是银吼。咱较常听到银啦，眼我毋捌听过啦吼。家伊两蕊目睭，当咧家己眼，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咧吼。我看下台语大词典有收即字。其实我足讨厌人用汉字吼，就是你当做大家拢捌，其实敢若你捌尔，全世界拢毋捌，我毋知要哪读啦吼。好，伊两蕊目睭当咧家己，毋知是眼的还是银吼。好，你今仔日着咱收衫，即马新婚会当看见混凝的喙唇翘起来吼，大概因冤家的起头拢像安尼。对，无咱随过去好无？我去塞车啊，你等我。拄去工厂的石头，发电所的人也爱照轮去洗衫洗碗吼，摒扫甲顾铁路，和别位的家业无争差。也毋知是倒一个旧政权时代的常务文官总机关出一条假旨，爱政府起发电所，互感受来踏脚踏车发电。事实证明，人力发电是总机关上失败的政策。10间发电所
2万的监收，一天脚踏车60点钟，还无到10间发电所半日的用度。总机关赶紧甲计划划停，也无要放即个发电所的人出去，拍派因去支援发电厂的工程。20张的即间复兴第一发电所负责画一种号做石深的乌石头，石深深浅迄个深石深的乌石头，会当做建材甲工业原料。石深详细有啥物路用，身份无清楚，嘛无用去想。发电所毋是毋是啥物清幽所在，就有影。伊罕得去想家己是安怎会互人关伫遮。究真讲，身份甲大部分发电所同学拢是无做诶人。旧政权时代诶末期，联邦党和总机关伫大岛相战，即届内战人号做机关犯。机关犯就是机关起来做即个反乱啦吼，叫做机关犯。譬如讲，较早，即个词较早我捌听过，是对即个西亚犯来吼。西亚犯就是侵华战争，就是法国人来拍台湾吼。迄当阵台湾人叫做西亚犯吼，所以即个词是安尼来吼。当然，即摆讲西亚犯无人听有啦吼。较早住伫北台湾的，可能捌听过因阿公阿祖讲西亚犯吼。大清时代的代志吼，即届内战人号做机关犯，迄当阵的身份伫淡水市咧读大学，听讲南部较安全，坐好车要转去故乡即个猪肉山吼。即马人讲猪肉山听无啊，猪肉山可能佫知啦吼。但是咱知影荷兰时代是读做猪肉山吼，是汉人讲猪歹听，因为写猪公迄个猪嘛。猪排顶的汉人就上爱用动物甲你号名吼，逐项拢用动物甲你号名吼，毋是打狗就是啥物马吼。好 ，OK， 无就阿狗吼。身份坐火车要转去故乡自罗山吼，自死去甲联邦党一个头人坐着共一节车厢，还袂到三角影，三角印证还叫三夹吼，还袂到三角影就互警察铐起来吼。其实三夹无好车啦，我嘛毋知为啥好车是到三角影吼。去加甲到单吼，就是伊就是用安尼去用掠来即只龟吼。即个时代，互人破重刑算是好代呢。上无你知影家己是安怎爱受拖磨，上无你知影苦难当时会脱离吼。身份，我这汉语我阁袂晓读啊吼。伐木迄个伐啦哈，即像啦要安怎读啊？各位啊，甲教一下。身份伐大伐去，安尼写吼。甲囥伫3号寮铁门入。歹势吼，读汉字有诶真正袂晓读。好，以上后一页，后一页是一张图吼，一张地图是淡水市复兴发电所保安总队大楼、北离关广播站龙潭。Smartness 伫龙潭吼，所以 Smartness 是啥物意思 ？Smartness 是即马即个龙潭，各位知无？陆总部、陆军总部伫遐啦吼。非建区行政中心是啥物所在？看袂解出来，可能新竹啦吼。你若看即个相对位置，毋是新竹，可能是伫龙潭即只敢若杨梅诶款吼。杨梅啊，无就是湖口。好。4月版已经结束吼，我看一下时间，还有10分钟、12分钟，我来用即个我手头的版本来读吼。3年伫你举手，我一直无甲注意着吼。
3年我甲你救啊吼。过来我著只好读我家己的版，我手头的。3年你讲啥物无听，结果人佫无去啊。我手头的手机内底字伫倒位啊 ？Playbooks。我这个因为我的耳机啊，阮若讲上台啊，我耳机声音就会放出来，大家都会听到。拄则是方便讲，我是讲，因为你有问这个乌银玉，我有看有开讲是有马文有讲啊，我就是讲要甲你讲一个，所以我拄则举手，我要伫台卡，无大家拢听到，那放送的声。好。大拿埔啦，对啦，歹势啦，地名我袂记诶吼。M 片就是铁婆，乌银玉就是洋娃娃OK， 乌银玉吼，我今仔日才学着了。即个日语来吼，但是日语即个人形是要安怎读啊？人啥物？我袂记啊。好。乌银玉是指洋娃娃，红啊嘛是指人偶、公仔吼。公仔就光光动画嘛吼，就是红啊。乌银玉吼，红啊。乌人玉吼是日语，这马文。好，感谢马文。乌银玉可能是规语的音变吼。啥物叫做三法做两法啊？无理解。三法做两法啦，第8条。好来，我过来，我的字伫对。好，来发电所。好，来我继续读诶吼。伫对。身份发大发起，发大发，我毋知要安怎读。去甲囥伫3号寮铁门入去倒手边，迄只手车啊塞出去。逐工拢爱有人去洗衫间收衫了，分转来互大家。身份尚在，袂记得倒一日是家己当日吼。加在伊拢找混啉，甲家己一组，照伊迄本藏伫泡面面床底的手一铺啊，身份互掠到复兴第一发电所有2900外日，3000日是10年嘛，2900外日是差不多6000年的款吼。身份也知影讲，即款的日子伫要煞。身份，我感觉你即阵啊，即阵啊心情袂歹，是安怎？我感觉你即阵心情袂歹，是安怎？洗衫间伫发电所的东南迄角，要为3号寮过去，着按墙围甲4号、5号寮中间迄条空骨里的铺的路吼。路无边，手车的车身叫甲奇怪怪，都想讲你要生日替你欢喜，38。这是伊若有啥物讲心情袂歹吼，讲都想讲你要生日替你欢喜吼，这毋是日语的度啦，我想讲是日语的度。
是讲三八，你有要买啥物？买啥？你有要买啥？会使先甲我讲啊。后日有影是混龄的生日，伫发电所干那做生日的时，所长会准你填表单去买外口的物件。带钢筋的也会趁时间送礼互做生日迄个人，爱伊顺续替大家买一寡杂碎转来。还是你有传啥物要互我？死到才讲啦。今年新婚原来有准备一个礼，毋过伊毋知要甲婚姻讲偌济。北京工寮的3行好也载转来，因经过的时看见4号寮门口人摆一个日本衫，车要驶到5号寮进前，后壁的新婚煞雄雄停卡落来，伊感觉到家己鬢边的血管瞄一个，刺擦。新婚看见婚龄越头照过来，伊敢若用迄2字，就是拄则讲刺擦迄2字，婚龄来解释。新婚甲婚龄甲手车请停咧边仔，徛去4号寮后母门边仔，较无人的所在。新婚甲目镜拔落来，插伫插伫暗领，倒手3支指头仔搭伫鬢边，袂输扎马安尼吼，扎马就是你把脉吼，袂输你扎马安尼。目睭溃溃，暗念几条问题。我甲车仔驶对5号寮的方向刚好，鬢边着一个，安尼阮莫去洗衫间啊。着一个，还是阮对倒边说过去，莫按5号寮头前过，2个就着2个啦吼。自细汉新婚就会当知觉到未来的气运好歹，头壳内底暗想一条问题，若鬢边着2个，就表示好结调；着一个歹结调，新婚甲这号做刺擦。无怪拄则讲刺擦。发电所内的人拢捌听过3号寮迄个宿命的，毋过干那混龄知影刺擦是安怎咧运作。袂使刺擦干那会当算着倒机的代志。我细汉的时是半点钟，即阵是未来2工内拢算有。头摆讲去刺擦，新婚是安尼混龄来开破。2人为着刺擦的指示，加势半年，才到洗衫间门口。洗衫间是墙围西南角头的一间铁厝，和别个工寮中间隔2间仓库，内底有10台105公斤的洗衫机甲烘衫机。新婚甲婚龄2人爱做伙出来，才有法度甲烘衫机的铁桶搬落来吼。衫倒起去手车顶吼，毋是搬落来，是搬落来吼，扳手迄个扳吼。5点25分啊，还有一阵4个人伫遐开讲，毋转去工寮。借问吼，恁2个有看到保安警察无？就伊大姊看新闻，因塞车过来，问起5号寮的代志，讲要来掠人，也毋知是掠着抑未。阮要踮遮小休一时啊，才转去。阮是按东墙迄条路过来，5号寮阮无经过。婚龄含迄阵人简单小借问一下。叫新婚赶紧倒伊入去收衫。当时啊，新婚甲婚龄照刺擦指示，含5号寮的保安警察3闪过。伫北部取代旧政权的总机关后壁是军队甲警察咧3，这字汉字我袂晓读吼。咧3建设的建木字边啦吼。其中保安总队的警察负责监视百姓甲一般政府机关，照讲因和发电所的管理无关系才对。是讲咱的申请我有交出去，
即句是啥物人讲的？我看无。空甲烘衫机的铁门关好，空是迄个声吼。要落去的裤等起迄贴衫头顶，水气掉伫新婚的目镜面顶面，几秒了后，蒙雾才散去。衫若收，我即嘛知影应该是读蒙雾吼，迄个毛字我真袂晓读。衫若收，新婚若讲家己即礼拜去管理处的时，有顺续甲婚龄的出业申请书也查过去。我著拄则讲是讲咱的申请我有交出去吼，即句话是即个意思。出业申请书啦，就是要出业啦吼。照总机关的法律，人关伫发电所内底无算加收吼。拢是咧受发电所工课训练的学生，学生入来2档了后，就会使去发电所的管理处申请出业。3个月算一期，即期的申请，若得到允准，8月头一个拜一，也就是明仔载会使出去。阮阁想讲，即摆若袂赴交就煞去啊！婚龄出力，油车要出去。无话头出声对新婚说谢，几冬仔前新婚甲婚龄，逐期拢会去申请。无啊，才听见风声讲爱赊钱吼，互所长人才会放你出去。一个人的计数是$50,000。外口若无人斗3工吼，踮发电所做一世人也趁无即个钱，都想无呢。咱遮参加角是差伫倒，保安警察来掠人，是要掠去隔壁间发电所哟。门口迄阵人犹袂转去，一个查某囡仔若甲坟头对暗空吼，对暗空挂，即字我阁袂晓读啊。若敢若一个牙签抽签迄个签一个目字边吼。对暗空挂钱入去的款吼，可能是钱后就用药的。拍算伊拄则是米伫洗衫间后壁咧剥分吼，遮个暗空讲吼，暗空嘛吼，暗空吼，暗空就是暗空要安怎讲？暗空，遮暗空讲来吼，遮暗空。讲内底拍算有一半拢是人的婚纱甲婚纱啦。看下时间，哇，过1分啊！好，大家吃好了哈。后壁新婚有啥物代志，甲即个婚龄哈，咱大家吃哈。我著爱小记者，我后尾。毋知影读到倒位。教务书吼，读到这是第13%的婚纱甲婚纱啦。婚纱啦，好 ，OK， 故事读到遮哈，元日吼，元日女士的款，还是元日先生吼，欢迎你啊吼！你会当听到即嘛，表示你应该是听有啦吼，真欢迎啊！阮礼拜weekday诶，拜几开始啊？拜2、3、4吼，2、3、4、5台湾时间啦吼，即嘛台湾讲台时间，即当阵对9点到10点吼，拢会读一本书。阮即嘛逐工是读无共本吼，所以后礼拜即工再搁读，会搁转来读即段故事吼。你若有兴趣，你其他会欢迎你来收听啦吼。阮有读即个。一本你讲台语文学的一本
你讲新心灵发展的成长的吼，一本即个量子力学吼，即马搁第4本一本台语小说。好，安尼到遮啦吼。楼骹有人要起来讲话无？若有你举手，若无我就要来关房咯吼。好，感谢各位关房。